家咧鏡頭咧都係捕捉住咧，就係呢幾位前列嘅車手5號啊、7號啊。哎呀！呢架車撞咗個車手冇事啊嘛，應該跳咗車噶啦。哇！哎呀，搭咗喺度啊！嗰個咁啊，見到咧有車手就發生比較嚴重啲嘅意外啦，相信就係直撞埋防撞欄喺呢個就係漁翁街直路落嚟之後咧，就直撞咗嘅。嗱，車手咧暫時嚟講咧，我哋見到瞓咗喺度咧就冇反應，咁啊應該都係有受傷噶啦。咁而佢嘅戰車咧亦都係着火，紅旗出現咗，呢個一定嘅。咁啊見到消防人員啦以及工作人員啦確保咗安全之後咧，就即刻會去到現場咧就係搶救噶啦。咁啊，因為後邊都有即係救護員咧喺度 stand by 緊啦。咁由於其他嘅賽車都仲係咧未停嘅，因為仲喺賽道上面，咁所以工作人員咧都要確保其他嘅救護人員以及工作人員安全咧，先至可以出賽道嗰度咧係進行呢個搶救。咁啊，希望呢位車手就冇問題啊，因為見到咧瞓咗喺度，暫時都係冇反應。咁啊，賽事係暫停咗㗎啦，啱啱開始咗幾個圈啫。係啦。咁啊，再一次嘅紅旗。咁啊，今屆賽事咧，其實每一場嘅比賽都有紅旗啦。咁啊，當中以呢一單嘅意外咧比較嚴重啲。咁啊，希望咧就車手冇事啊。咪睇翻之前嘅呢個時間啦，經過咗幾個圈之後咧，路達暫時咧就係2分28秒咧排喺呢個第一位嘅。謝索普第二，咁啊麥堅尼斯咧就係第三，咁但係點都唔緊要啦，因為而家呢個排位賽暫停咗，原因就比較一個嚴重啲嘅意外咧係發生。咁呢個時間大家都係好緊張啊！咪因為意外發生咗，車爛咗冇問題，咁啊最緊要睇一個車手咧，佢本人有冇受到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傷害。因為大家都知啦，喺澳門呢條賽道嚟講咧，四面都係牆，咁所以咧就要發生意外嘅，你私家車都仲有防滾架頂住嚇。咁但係電單車咧一撞到嘅時候咧，就會直接咧係即係個身體一定會掂到側邊嘅防撞欄。咁所以咧頭先喺開始之前啦。咁啊，其實大會咧都係用咗一啲嘅時間啦，要重新再鋪過一啲軟墊喺每一個彎嗰個出彎點嗰度啦，係鋪過一啲軟墊，係專係俾電單車用嘅。咁啊，其實過往嗰幾年都係有做啊。咁啊，呢一樣嘢係做得好啊，考慮到就係車手嘅一個安全啦。因為翻去就係呢個維修站裏邊啦，而工作人員咧同救護員即刻好快咧就已經去到現場咧進行呢個搶救。咁啊，戰車已經係損毀咗啦。咁啊，頭先咧係起火啦，因為個油缸可能咧係裂咗啊，或者係有啲油咧係漏咗出嚟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係着咗火。係啦，咁而家咧就車手就翻晒嚟啦。咁而家咧現場嗰度咧，我諗咧就係應該十字車咧，亦都應該會好快嚟噶啦嚇嚟到。咁啊，好可能咧，頭先我哋咁立一立啦，因為喺個 pit 裏邊啦，我接見到就係德國車手加林斯咧，都係差唔多一個咁樣嘅造型係出賽嘅。咁啊，翻到嚟金明斯咧，亦都冇個時間啊，啱啱咧就係喺翻嚟之前啦，咁啊就停咗。咁我唔知係咪佢，咁啊而家要睇下咧，大會正式公佈係邊一位車手發生意外啦，因為我哋距離比較遠啊，透過個熒幕咧，其實係唔能夠見到邊一位車手發生意外。咁啊而陸陸續續啦，咁啊好似莊信等等嘅車手咧，亦都係翻嚟回收站啦。咁啊佢最佳嘅時間暫時排喺呢個第5位2分32秒。咁但係點都好啦，呢班車手我相信咧，佢唔會關心自己嘅成績住。要關心咧就係自己同場競爭嘅一啲同行啦、對手啦，因為呢一樣嘢先係最重要嘅。咁啊成績你攞唔到，下一次再攞過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受到傷害之後咧，可唔可以復原咧，又係另一回事。葡萄牙嘅車手咁啊14號嘅呢位咧就係卡丹奴啊，咁啊揸住部鈴木1000cc 嘅賽車，當然啦，而家已經全部係1000cc 嘅賽車啦。咁啊，過往咧有600組別同場角逐啦，咁但係喺對上一屆開始咧，已經係全部採用1000cc 嘅賽車，咁啊變咗咧就大家個馬力係一樣嘅。睇唔睇到嗰個？咁應該就係鈴木，咦？應該係鈴木喎。咁啊睇一睇金明斯揸架咩車先？金明斯就寶馬，咁呢一架應該就係鈴木賽車。
咁啊，鈴木賽車啦，我哋見到有係人島嘅金明斯啦，佢都揸鈴木嘅賽車嘅。咁因為其實都係幾易認啦，因為鈴木嘅呢架 GSX-R 咧就係兩邊出嘅嗰條死氣喉係兩節嘅，咁所以我哋見到頭先佢左邊都有尾喉嘅時候咧，可以咁樣粗略判斷咧就係鈴木嘅戰車。咁啊睇翻就係金明斯。有冇做過時間？未啊，完全冇。金明斯咧就呢位德國車手如果咁樣睇就唔係佢啦。如果咁樣睇唔係佢啦，冇錯。嗱，26號呢位咧就係金明斯，嚟自德國嘅車手。咁冇事啦。嗱，解開咗個疑團，暫時呢位車手咧就冇事。佢可能會睇到頭先發生意外嘅嗰一刻。咁啊，所以而家同啲工作人員咧就係講下，喂點樣發生嘅呢個意外？即係當然呢個係我估計啦。咁啊，至於另外一個揸住鈴木賽車嘅車手55號嘅尼爾呢，亦都喺度。咁啊，即係都唔係佢。咁啊，工作人員亦都係即刻啦清理一個賽道，因為頭先呢係漏咗好多偈油啊、電油出嚟嘅。基斯高法賓斯高法咁啊13號嘅呢個德國車手啦，咁啊記得佢係第一個咧揸寶馬車係嚟到澳門鬥車嘅呢個電單車手。咁啊20號嘅就係莊臣，咁啊莊臣呢一部呢就係阿派拿 Aprilia 嘅戰車。咁啊阿派拿喺世界各地呢亦都係引起好多迴響，因為研發咗一個 V4 嘅引擎啦。咁啊擊敗咗呢就好多傳統嘅一個賽車車廠。咪尼爾頭先翻咗嚟㗎啦，咪見到55號車。尼爾啊，翻咗嚟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而家車手呢個心情就我哋透過電視見到，其實都係好輕鬆。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比賽嘅嗰啲參賽者呢，呢一刻係好緊張。呢個呢，71號係咪都係揸摩根鈴木啊？鈴木。咁啊，我哋要揾一揾啦。咁啊，究竟係邊一位車手發生意外？有冇摩根？咁啊，唔緊要啦，而家工作人員呢係盡快啦，清理就跑道嘅一個意外發生嘅地點。咁啊，由於係電單車喺呢個位置發生意外啦，出彎嗰一點呢，嗰一條線其實真係要好乾淨，咁啊先至可以係繼續比賽嘅。咁啊，如果汽車你唔乾淨嘅，有陣時你可能會救得翻。咁但係電單車由於佢得兩個轆，兼且咧係個轉彎瞓彎嘅時候咧，佢個傾側角比較大啊。咁啊，輪胎接觸地面嘅位置咧係比較少。如果你有少少嘅呢個油漬或者係少少嘅濕滑嘅情況咧，就會發生呢個意外。